間睇到 FX 戰士九流尾嘅預告，畫風咁可愛，以為係科文社盟係動畫，幾個女仔飲下茶食個餅傾下投資，點知睇落先知原來係恐怖作品嚟噶，唔係血腥暴力嗰種恐怖，而係一瞬間成副身家全部冇晒嘅恐怖啊！去到嗰刻你就會 feel 到咩叫做窮到無所畏懼。大家好啊，今日呢係動漫者同埋 HK Cashback 者首次聯合影片啊！今次呢要講嘅漫畫呢涉及大量嘅投資知識，所以無論係睇動漫定係睇開理財知識嘅你，都好推薦要睇下呢一部作品啊！入正題之前呢，要提翻大家，本片純資訊分享同埋教學用途，所有內容均不構成投資建議。證券價格可升可跌，投資者呢要自行求證衡量風險，千祈唔好亂咁模仿動漫角色，應該尋求專業意見先至再做投資決定。講翻呢一套漫畫仲未動畫化嘅時候呢，迷因已經超多，我認為咧全世界嘅學校咧都應該擺幾套喺圖書館，當中嘅核心思想、投資觀念咧一生受用。就算你唔入投資市場，入面描寫嘅韭菜行為都適用喺任何面對運氣同埋機會嘅場合。科目老師咧講得好好啊，寫實感咧先至係最佳嘅娛樂效果。作者咧絕對係親身經歷先至畫得出嚟噶，角色嘅心理活動準確度咧，但凡試過將錢投入去市場嘅人，大熱天時睇啊都會睇到流晒冷汗，比伊藤潤二咧恐怖10倍啊！作者連啱啱賺到嘅動畫化版稅喺短短20分鐘就已經因為投資輸翻晒，到底點解會咁恐怖呢？今次條片就帶大家認識下當中唔同角色嘅投資操作風格，同埋令人嘔血嘅韭菜行為，希望令到大家一步步走向財富自由。首先簡單講下 FX 嘅基礎，就係覺得會升嘅就買入，會跌嘅就做空。但係FX 同股票有根本性嘅唔同。FX 波動主要係同國際政治、央行政策有關。平時波動低，要賺錢通常要開高倍率嘅槓桿，25倍、50倍甚至500倍。槓桿一開，風險大幅增加，可以喺幾秒之內輸晒所有，甚至會爭落一身債。例如當年令人聞風喪膽嘅瑞士法郎黑天鵝事件，而主角九流尾正正就係因為呢一個真實事件輸咗成1億日元。故事分翻大學時期同埋公司時期，今次集中介紹咗大學時期嘅4位角色先。第一位要講山師牙吹，係韭菜中嘅韭菜，所有韭菜行為都做過一次。第一，以為唔使做啲乜嘢就靠投資可以輕鬆賺大錢，完全冇做功課，淨係靠抱大腿。現實入面呢一款就係俾錢加入啲投資群組，結果輸到血本無歸嘅小把。第二，動用唔應該用嘅資金，攞咗自己嘅助學貸款，全部入晒去 FX， 仲覺得會穩賺。第三，賠完借錢再投入，將剩低嘅貸款生活費、信用卡借貸全部都投入晒，想贏翻嚟，結果就梗係死得越嚟越難睇啦。呢一種行為唔係投資，連賭錢都唔算啦，純粹係自殺。呢一度有一個操作位，就係要做好風險管理，只可以用扣除6個月生活費後嘅錢，加埋自己本身都有持續嘅穩定收入，千祈唔好攞要生存嘅錢all in 去投資。第四，超高槓桿，20倍已經係俾萌智子視為老友餅，而牙吹仲開到246倍，冇死真係純粹運氣好啊！第五，冇遵守自己嘅規則，一度贏翻20萬但係唔走，想賺多啲，結果就再次跌落去深淵。第六，迷信玄學，沖涼會好運，一路睇住先至會升，同抽卡之前聽住遊戲王 BGM 一樣都係毫無根據嘅自我麻痹。投資核心係在於掌握情報，唔係搏運氣。好在牙吹仲有愛佢嘅家人支持，340萬日元學費雖然唔少，但係都未去到還起。佢亦都因為呢件事成熟咗唔少。第二位要講就係高根康子就係代表一般嘅新手投資客，少少波動就頂唔順，一跌就賣，一升就買，知識唔夠深入，永遠都係跟住啲落後嘅指標做，點做都係錢。但係佢有幾點又做得啱嘅。第一冇妄想一嚟就可以賺到大錢，槓桿唔大，新手要有自知之明，未驗證做法有效之前就唔好開高槓桿。第二，識得止損，嗰啲家破人亡嘅人多半都係冇設到嗰個停損。
選啦，輸咗咧仲幻想可以贏翻嚟，最後就梗係越輸越多啦。第三，冇起狂輸嘅時候借錢再繼續抌落去。第四，知道做唔嚟咧就直情唔玩啦，out game，專注翻自己嘅漫畫事業。投資自己咧都係一種唔容易輸嘅投資嚟嘅。第三，小金萌智子。萌智子咧就係由頭贏到尾嘅專業投資人代表。初期形象咧有啲似反派嘅，慫恿九流美同埋牙吹入坑 FX 放貴利，但係長遠嚟講咧佢都冇落死手嘅。早啲咧令到牙吹面對現實未必係壞事，借錢都首先介紹工作俾牙吹，確保對方有穩定收入先再借。本身出身單親家庭，由細被逼獨立，智商極高但係被排擠，索性咧唔返學自學完成高中。上大學之後咧開始做嘢同埋投資，做好風險管理，關注各國嘅政府動向，培養到優秀嘅投資眼光，成功避開晒所有大事件。重點就係佢唔只靠投資嚟生活，將賺到嘅錢咧投資落自己度，自己學寫程式，開咗間個人公司。後來同啲朋友互動多咗，個人咧都變到冇咁酷啊。九流美啦出事之後咧，亦都即刻趕過去阻止佢自殺，拉佢入自己公司做嘢，叫佢唔好向屋企人隱瞞。現實入面咧，其實都好難見到有人會咁樣做。最後就係我哋嘅女主啊，九流美，別名韭菜美，同時咧都俾人叫做強肉的豬啊。佢媽咪咧炒外匯輸咗2000萬日元，所以自殺咗。佢咧就為咗賺翻呢一筆錢咧，就踏上咗 FX 呢一條不歸路。客觀講啊，喺黑天鵝前咧，佢就靠30萬本金，一年翻到1900幾萬，本金咧翻咗60倍以上。老實講咧，其實都唔可能純靠運氣，但係關鍵問題咧就係佢完全冇做好風險控管啦，先至會喺今次黑天鵝事件上面咧中咗頭獎。事件咧要追溯翻去2011年嘅歐債危機，資金啦瘋狂湧入去避險天堂瑞士啊，瑞郎啦升到離晒譜。瑞士啦本身係靠出口為生嘅，貨幣太貴咧，經濟咧就會冧。於是啦，2011年嘅9月6號，瑞士央行啦就畫咗一條紅線啊，歐元對瑞郎咧絕對係唔可以低過1.2，有需要咧會無限印鈔啦買歐元。央行講嘅無限量啦，市場咧就信咗，交易員啦亦都覺得呢一個咧係世界上最正嘅生意啊，跌到1.2就買入，因為咧有央行幫你手底啊，冇風險咁套利。呢一個1.2嘅鐵底咧被稱為馬奇諾防線。由2011年去到2014年底啦，歐元對瑞郎咧長期貼近1.2，好似一條靜止嘅心電圖。九流美同好多人咧一樣做逆勢嘅網格交易啊，越跌越買，以為一定會反彈。呢一個策略嘅致命傷啦，同一句話形容就係喺壓路機前面執硬幣啊！佢哋以為1.2係地板，但係其實咧係地獄之門。九流美建倉之後咧，其實咧佢都試過隱約覺得唔對路嘅，因為講真啦，全村人都做緊同一件事，都係喺1.2附近 set 止損，萬一出事咧就係人踩人大逃亡啦。但係佢最終都說服咗自己啦，話央行無限干預唔會出事嘅。直至到2015年嘅1月15號啊，瑞士央行啦毫無預警咁樣宣布取消匯率上限。事發前幾日咧，啲官員仲話1.2係經濟基石，叫大家放心。結果咧就可想而知啦。之後咧就梗係發生咗比暴跌更加恐怖嘅事啊！就係咧交易軟件啦，報價全部消失，成個畫面空白，唔係系統壞咗，係成個市場嘅流動性徹底蒸發。歐元對瑞郎由1.2直接飛落去0.8幾，中間咧完全真空，冇任何 K 線過渡。呢一個唔係下跌，直情係灰飛煙滅。呢個時候女主九流美咧見到嗰刻咧，真係心臟停頓啦，成個人連人帶凳跌落地，全身啦梗係震晒咁樣捲縮一團啦。而當佢撐起身撞冧個書櫃嘅時候咧，散落一地嘅就係 FX 必勝攻略。你話係咪好諷刺呢？一個全家福上框跌落去九流美面前嗰一下咧，佢流住眼淚反手翻住。呢一個地獄嘅瞬間，見到屋企人嘅笑容，真係簡直係最殘忍嘅折磨。呢個時候縮喺被竇入面嘅佢咧，發現自己窒息啊，係真正物理上嘅窒息，要直情要揼自己嘅心口先救翻嚟。醒翻之後啦，都終歸要面對現實，負債1億日元，大約660萬港元。對仲讀緊書翻緊 part time 嘅女仔嚟講，呢一個呢唔係負債，直情係判咗死刑。做個比較啊，2008年雷曼引發嘅金融海嘯，美元對日元跌20% 啦，用咗3個月。而呢一次事件呢，歐元對瑞郎啦跌30%，只係用咗幾分鐘。呢一個就係點解啲人話叫做大屠殺。好多人以為呢 set 咗 hard stop 就安全，但係呢黑天鵝發生嘅時候，市場上根本就冇對手盤。
冇人肯接貨，價格咧唔係跌落去，而係瞬間移動跌穿咗你嘅止損。所以咧，其實真正保命嘅唔係止損單，而係 position sizing 倉位規模嘅控制，唔好賭咁大，唔好喺重大事件嘅時候博弈。而當日咧，華爾街老牌基金 Everest Capital 旗下嘅8.3億美元基金咧一日清零，全球最大外匯 broker FXCM 股價亦都暴跌90%，瀕臨破產。所以話咧，黑天鵝面前眾生平等，市場咧係冇感情嘅。呢個 moment 咧，好彩有墨智子救咗佢，阻止佢自殺，仲拉埋佢入公司做嘢，叫佢同屋企人坦白。而佢阿爸知道咗之後咧，仍然無條件支持。之後咧，九流尾就破咗產啦，一路翻工一路還債。主角同純韭菜咧唔同嘅地方就係其實佢都有啲料嘅，但係強肉嘅豬，享受賭上人生嘅快感多過贏幾多錢。如果有人管住佢嘅話咧，其實佢都應該可以成為一個好勁嘅投資員。有人會諗起狂賭之淵或者賭博默示錄，但係咧呢兩部同 FX 戰士九流尾根本性係有啲唔嘅。前者係唔會喺現實發生，但係後者咧日日上演緊，角色賠錢嘅反應咧真係真到不能再真啦。而呢一套漫畫嘅作者啦，德姆老師咧發 Twitter 話自己投資14年，每年咧就蝕100萬，攞到動畫化版稅第一件事唔係儲低佢，而係打開交易 app。佢覺得啦，白銀咧係做空嘅好時機，睇咗幾個鐘嘅 K 線圖咧就忍唔住要出手，但係之後市場咧又好似同佢作對咁樣，白銀咧不斷升，最後仲爆埋倉添，版稅咧連埋交稅嘅錢咧全部都蝕晒，簡直就係現實版嘅九流尾。投資同賭博咧有根本嘅差異啊！賭博咧莊家長期必勝，但係投資市場咧基本上冇莊家嘅，政府同華爾街咧都係中一元。之所以有人將投資當賭博咧，係因為冇策略、冇紀律、冇搞清楚風險，做咗啲韭菜行為，投資咧先至會同賭錢冇分別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理財投資知識咧，可以訂閱翻 Cashback 仔嘅 Patreon。中意今期節目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。呢部漫畫嘅原作咧已經俾角川代理咗，我咧就真心覺得值得入手啊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避開韭菜嘅行為。下條片見啦〜